唔知大家最近行街嘅時候，有冇發覺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以前行兩步就見到一間嘅內地網紅店，明明半年前仲係大排長龍，成村人喺度打卡、影相、擺 pose， 個勢好似要橫掃全香港咁樣。但係依家你再去睇下，好多鋪頭竟然已經悄悄地拉咗閘，門口仲貼住將租約期滿或者直情係冷清清嘅吉鋪招商告示。你冇睇錯，亦都唔係幻覺。呢場曾經被吹到好大嘅內地品牌南下潮，依家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嘅大撤退。據一啲非正式嘅統計同埋業界嘅觀察，短短一年幾之間，全港各區執笠嘅店鋪數量真係數到手軟，有人估計甚至牽涉到成3000間咁多。點解呢啲喺內地贏到開行，喐啲就話有幾千間分店嘅網紅大牌子，嚟到香港竟然會變咗短命種？係香港人唔識貨，定係佢哋根本就諗錯咗香港呢盤生意？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個現象，睇下呢啲諗住過嚟香港降維打擊嘅內地店，係點樣喺短短12個月之內，由雄心萬丈變成蝕到入獄，最終慘淡收場。講返轉頭，呢場風潮大約係由2023年初開始，當時啱啱通返關，好多內地餐飲品牌好似見到新大陸咁，覺得香港呢塊地真係遍地黃金。佢哋諗住，既然內地市場已經捲到飛起，咁不如攞住副低價、高質量、網紅化嘅牌嚟香港打劫下市場。於是由2023年中到2024年初，你可以見到中環、銅鑼灣、旺角呢啲核心地段，幾乎每個月都有新嘅內地品牌進駐。最誇張嘅係手打檸檬茶，記得嗰陣時嗎？好似一夜之間，成個香港都係檸檬嘅味，咩林香檸、檸檬檬、大佬強，個名一個比一個響，啲裝修一間比一間誇張。佢哋嗰陣嘅策略好簡單，就係快、狠、準，開喺最旺嘅街位，請最靚嘅仔、最正嘅女喺度抌檸檬，再加埋一大堆社交媒體嘅洗腦式宣傳。當時好多人仲話香港本土嘅茶餐廳要失業啦，因為人哋20幾30蚊就有一杯咁好飲嘅手打檸檬茶。點知呢種火爆嘅場面維持咗唔夠1年，到咗2024年中，呢啲檸檬茶鋪好似中咗就咁，一間接一間咁執。點解？最核心嘅問題，始終走唔出人工同鋪租呢兩座大山。我哋計下數先，喺內地一個鋪位嘅月租可能係幾萬蚊人民幣，人工每個月3、4千蚊。但係嚟到香港，你喺旺角租個幾百尺嘅位，閒閒地都要10幾20萬港幣一個月。人工呢？依家香港請個洗碗或者沖茶嘅，無1700蚊都請唔到人，仲要未必有人肯做。內地品牌最中意玩價格戰，佢哋諗住將內地嗰套9.9或者19.9嘅營銷手法搬嚟香港。但係大家諗下，你賣一杯茶30蚊，除去租金、水電、人工，仲有原材料運費，你1小時要賣幾多杯先可以填平個租金？喺內地，佢哋可以靠海量嘅銷量去補足低毛利，但係香港嘅人口密度雖然高，但係消費習慣完全唔同。香港人係好貪新鮮，但係亦都係最無忠誠度嘅消費者。今日呢間紅，佢就排隊去飲；聽日第二間紅，佢就去咗第二度。呢啲網紅店一旦失去咗新鮮感，佢哋嘅銷量就會斷崖式下跌。當銷量一跌，但係你份租約係簽咗2年甚至3年嘅，每個月嗰20萬租金就變咗索命符。再加上香港嘅營運成本係全方位咁貴，好多內地品牌諗住自己有供應鏈優勢，覺得啲茶葉、檸檬由內地運過嚟好平，但係佢哋忽略咗香港嘅物流同倉儲成本，加上香港嘅消防條例、衛生條例非常之嚴，好多時裝修都要執完又執，單係呢啲入場費已經要過百萬。好多店老闆諗住1年回本，點知開咗半年仲係每個月倒貼幾萬蚊。除咗成本之外，最致命嘅其實係水土不服。呢啲品牌喺內地行得通，係因為佢哋有一套好成熟嘅會員制同埋外賣配套。但係嚟到香港，外賣平台嘅抽佣高到嚇死人，
好多店做外賣係做一單蝕一單。而喺堂食方面，香港人追求嘅係效率同埋服務，但係好多內地品牌將嗰套慢工出細活或者浮誇營銷搬過嚟。你叫杯茶要等30分鐘，喺深圳啲人可能覺得好正常，因為大家大把時間。但係喺香港，啲人趕返工趕放工，等10分鐘已經係極限。當個客等得唔耐煩，下次佢就唔會再嚟。再講，2024年嘅香港出現咗一個令所有零售商都頭痛嘅現象，就係北上消費。以前係內地人嚟香港掃貨，依家係香港人逢星期6日就成群結隊去深圳、珠海食飲玩樂。呢個對喺香港開鋪嘅內地品牌嚟講，簡直係諷刺到極。有啲老闆諗住，既然香港人咁中意返大陸食嘢，咁我將大陸最紅嗰間搬嚟香港，佢哋咪唔使跑咁遠咯。呢個諗法表面上好合邏輯，但係現實係好殘酷嘅。香港人北上消費，最重要嘅係追求嗰種性價比同埋空間感。喺深圳，你用100蚊可以食到飽一飽，仲要坐得好舒服。但係喺香港，同一個品牌賣嘅嘢貴咗1倍，座位仲要逼到好似坐監咁。大家心諗，既然我返深圳食都係半價，點解我要喺香港食你？結果呢啲品牌反而變成咗宣傳廣告。好多客喺香港試完，覺得唔錯，下次返大陸玩嘅時候再去食，但係就絕對唔會喺香港回頭。咁樣一嚟，香港分店就變咗做試食場，幫大陸總部做品牌建設，但係自己分店就蝕到入肉。我哋睇返一啲具體嘅例子，除咗檸檬茶，仲有啲燒烤店、酸菜魚店，甚至係一啲主打高科技嘅咖啡店。有一間內地幾出名嘅連鎖咖啡嚟到香港開喺中環，諗住打文青市場，點知開咗唔夠9個月就話要執笠。點解？因為香港嘅精品咖啡市場已經好飽和，本地人有自己中意嘅品牌，而呢啲內地咖啡品牌除咗賣得平少少之外，完全冇自己嘅特色。喺一個人工貴、租金貴嘅地方打價格戰，根本就係自殺行為。仲有啊，好多內地品牌嚟到香港，仲係用緊內地嗰套集錢買流量嘅方法。佢哋請一堆小紅書博主 call 過嚟打卡，整到個勢好似好勁。但係呢啲流量係虛嘅，香港人好快就睇穿晒呢啲套路。當一個品牌嘅明星係靠吹出嚟，而唔係靠產品質素或者服務贏返嚟嘅時候，佢嘅生命週期就注定會好短。依家呢場執笠潮其實係一個市場嘅大洗牌，好多品牌2023年嚟嘅時候係抱住試下無妨嘅心態，或者係想借香港呢個平台去融資上市，但係佢哋低估咗香港市場嘅成熟度同埋殘酷度。香港唔係一個隨隨便便可以執金嘅地方，呢度嘅消費者係全亞洲最挑剔嘅。你無真材實料，淨係得個殼，喺呢度係生存唔到嘅。到咗2025年、2026年，呢種情況會唔會好轉？我覺得好難講。除非呢啲品牌肯放下身段，真正咁樣去研究香港人嘅口味同消費習慣，而唔係單純將大陸嗰套搬過嚟。而且依家香港嘅鋪租雖然跌咗少少，但係對比內地仲係天價。如果成本架構唔改變，呢種一年短命就依然會發生喺好多新嚟嘅品牌身上。講到呢度，我諗起一個好有趣嘅數據，喺呢3000間執笠嘅鋪頭入面，有超過60%係喺開業後嘅第10個月到第14個月之間倒閉。點解係呢個時間？因為好多鋪頭嘅免租期過咗，再加上第一波嘅資金燒完，如果到咗呢個時候仲未見到盈利嘅曙光，好多老闆就會選擇長痛不如短痛，直接蝕本離場。呢場瘋狂嘅倒閉潮，其實亦都反映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好多品牌根本冇做好風險管理。佢哋喺內地發展得太順風順水，以為自己套模式係萬能嘅，點知嚟到香港，先發現原來呢度嘅人工成本可以佔到總開支嘅30%以上，而租金可以佔到40%，剩低嗰30%，你要買料、要交稅、要宣傳，
仲要賺錢。除非你賣嘅係仙丹，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做到。而且香港嘅勞動力短缺問題，真係呢啲內地店嘅噩夢。好多店開張初期會由內地調派一啲開荒牛過嚟，但係呢啲人始終要返去，最終都要請本地人。但係內地企業嘅管理文化同香港本地勞工嘅期望往往有巨大嘅落差。好多香港員工覺得呢啲鋪頭要求多，規矩死板，但係人工又唔係特別高，結果流失率極高。一間餐飲店如果日日都換新人，個產品質素點會穩定？質素一唔穩定，回頭客就更加冇，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我哋睇到呢啲執笠3000間嘅背後，其實係一場鮮血淋淋嘅商業教訓。好多內地網紅店老闆依家終於醒覺，香港嘅錢唔係咁好賺嘅。想打價格戰，你根本打唔起。想靠網紅效應，香港人嘅熱度去得快過龍捲風。最終好多人發現，原來自己辛苦咗一年，到頭來都係幫個業主打工，仲要倒貼埋自己嘅身家。喺未嚟嘅日子，我相信仲會有內地品牌嘗試南下，但係佢哋嘅步伐一定會慢好多，亦都會謹慎好多，唔會再好似2023年咁一窩蜂咁湧入嚟，然後1年之後一窩蜂咁走。大家如果依家行街見到邊間新開嘅內地網紅店，不妨留意下佢可以開到幾耐，係可以成功入屋變成本地人嘅心水，定係又會成為呢場3000間倒閉潮入面嘅其中一個數字？老實講，作為消費者，我哋當然希望有更多選擇，但係作為一個觀察者，睇到咁多鋪頭咁快就玩完，真係覺得有啲唏噓。呢個世界無邊個市場係可以不勞而獲嘅。如果你唔尊重當地嘅市場規律，唔尊重當地嘅消費文化，咁最終嘅結果往往就係要交一筆好貴嘅學費。呢場南下潮嘅失敗，其實都俾咗我哋好多啟發。無論係做生意定係做人，都要腳踏實地。唔好以為自己喺某個地方成功咗，就可以喺任何地方都無往而不利。香港呢個小島雖然細，但係佢嘅生命力同埋複雜程度遠超好多人嘅想象。由2023年的熱血沸騰到2024年的慘淡收場，呢短短1年幾嘅時間，記錄咗好多內地品牌嘅幻滅。有人話呢個係香港零售業嘅寒冬，但我反而覺得呢個係一個回歸理性嘅過程。當泡沫爆破之後，留低嘅先至係真正有實力，能夠經得起考驗嘅品牌。下次如果你行過旺角或者尖沙咀，見到嗰啲曾經繁華一時嘅網紅店原址變返做普通嘅茶餐廳或者係藥房，請唔好感到驚訝，因為呢個就係香港一個最現實、最直接，亦都係最具競爭力嘅城市。呢度唔相信眼淚，亦都唔相信神話，佢只相信一件事，就係你到底有冇能力喺呢個咁貴嘅租金環境下生存落去。呢場執笠潮仲未完，或者應該話，真正的淘汰賽先啱啱開始。好多仲死撐緊嘅品牌，如果唔能夠喺嚟緊呢半年內揾到新嘅出路，佢哋好快就會加入嗰3000間嘅行列。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邊個先可以笑到最後。其實講到尾，香港嘅市場真係好細，但係好精。你以為你係過嚟分豬肉，點知原來你自己先係嗰豬肉。呢個教訓，相信對好多內地企業嚟講係刻骨銘心嘅。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或者你正打算嚟香港發展，希望呢篇內容可以俾到你一啲思考。唔好淨係睇到表面嘅繁華，要睇到背後嘅成本同埋文化差異。否則，你可能就係下一個1年就玩完嘅主角。2026年嘅香港，商業景觀或者會再次改變。但我相信，無論點變，只有真正用心去做，真正理解呢個城市嘅人，先可以喺呢度企穩陣腳。至於嗰啲想靠價格戰同埋短命營銷嚟呃飯食嘅品牌，最終都只會成為香港商業史上嘅一段小插曲。諗返起2024年嗰陣，
好多媒體仲大肆報道話內地品牌係香港零售業嘅救星。依家睇返，真係有啲諷刺。事實證明，無人可以救到邊個，除咗你自己。如果你自己嘅商業模式係唔健全嘅，去到邊度都係死路一條。好多人問我，香港仲有冇機會？我會話，機會永遠都有，但係呢個機會係留俾嗰啲肯做功課、肯深耕細作嘅人，而唔係留俾嗰啲只想過嚟割韭菜嘅人。睇下呢啲執咗笠嘅店，佢哋嘅招牌可能仲未拆，但係入面已經空空如也。呢啲吉鋪好似喺度訴說住一段又一段關於野心、衝動同埋失敗嘅故事。或者有一日，當我哋再行返呢條街，會見到一啲新嘅面孔，一啲更具生命力嘅品牌。到嗰陣時，我哋或者會忘記咗今日呢場3000間執笠潮。但係對於嗰啲曾經投入過無數金錢同心血嘅老闆嚟講，呢一年嘅香港之旅，肯定係佢哋呢世人都忘記唔到嘅噩夢。最後我想講，無論係內地品牌定係本地品牌，最重要嘅係要有誠意。你對個客有誠意，個客自然會感受到。如果你只係想賺快錢，咁個市場自然會用最快嘅速度將你淘汰。呢個就係商業世界嘅最高準則，亦都係香港呢個地方最公平嘅地方。希望大家喺睇完呢場網紅店興衰史之後，都會有一啲新嘅領悟。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唯有不斷學習、不斷適應，我哋先可以喺呢場激烈嘅競爭入面生存落去。唔好俾表面嘅風光蒙蔽咗雙眼，要時刻保持清醒，因為呢個世界真係冇所謂嘅短命魔咒，只有實力不足嘅真相。就係咁多啦，我哋下次再傾。